新竹县正出名的景点内湾吊桥，初10早起发生火灾，这吊桥桥面烧出一个大坑。目前怀疑讲是有人故意放火，警方也正在追查这导火原因。天才特别光，吊桥顶悬竟然有火烧起来。新竹县内湾吊桥传出火警，桥面烧出一个大坑，警方惊发生意外，赶紧把吊桥封起来。就闻到有烧焦的味道了。 好像就是说有一点点那个人家烤肉的味道，还看到火这么猛啊！我认为说不是烧废弃物哦，好像在桥面就在烧火起，烧得很厉害啊！通知119消防队到场，立即以水线灭火。为了民众安全，内湾吊桥以柳泽溪护栏等封锁吊桥两侧，防止民众接近。 吊桥是内湾当地热门景点，全长147公尺，也是游客到内湾一定会来翕相的所在。即马吊桥封闭，在地人烦恼，生意会大受影响。现在疫情严重，又再加上内湾吊桥又被烧毁，相信这对内湾的商家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目前警方初步研判是有人放火，所来吊出电杆。 真紧找出犯嫌，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